入咗嗰啲範圍，唔該嚇，傾埋少少，唔該，傾埋少少。一個示威者雙手被綁上索帶，由6個警員帶走。抬嘅草地，警員將佢抬起，帶到去天馬公園一個暗角位，將佢放喺地上面，對佢拳打腳踢。期間2個警員離開，留低嘅警員繼續用腳踢示威者，即一路放低咗就嚼。係喎，係咁踩緊啊嘛！警員最後帶走示威者，成個過程歷時近4分鐘。而警方喺驅散示威者期間，多次施放胡椒噴霧。本台嘅攝影師亦都被噴中。